来自台南市无同国小的棒球队组织伫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，这是由台南市环国建设开发公司主办的第2届环国杯国小棒球锦标赛，9号透早特别举行开幕典礼。举办这项活动的一个赛事的精神，最主要除了能落实我们台南的基础少棒外，更能够提升我们在台南少棒的一个水平。 进而将我们的国球能够在未来的国际赛事发光发热，为国争光。那在此还是要希望各位小选手们要遵守比赛的规定。比赛的结果虽然是很重要，但展现运动家的精神更为重要。选手伫环国建设开发公司董事长陈国祥以及多位贵宾的见证之下，完成宣誓仪式，并由台南市副市长戴谦担任开球嘉宾。 副市长蒂书时是感谢大家对校棒的支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13个学校的这个年轻朋友呢，来参加这个比赛，也特别谢谢这13个学校的这个校长呢，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少棒运动。理事长哦，怎讲棒球是爱讲啦，唔是像迄普罗的吼，但是到将士嘛要跟你讲，所以讲哦。 咱的谈起棒球哦，有像咱的担当的啦，咱可当的这个加热热心的人士吼，来倒推动，所以讲咱的为咱的基层少棒吼，来甲伊用伊，来捧应啊，互伊足好。你看伊个提供伫遐尔济奖金，咱爱好啊拍。 第2届环国杯总共有13支队伍，大家透过比赛来展现球队的实力。赛程为今仔日开始到12月11号，欢迎大家前往观赛，替选手加油打气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